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澳華養老頻道澳洲養老知多少。今日同大家介紹輔助科技與家居改造計劃 ATHM。ATHM 全名係 Assistive Technology and Home Modification Scheme。輔助科技與家居改造計劃係屬於 Support at Home 居家支援服務嘅一個項目，透過資助購買輔助科技用品同家居改造，令長者可以保持獨立並安全地喺自己屋企生活。輔助科技用品例如助行器、沖涼凳、醫療床等等；家居改造例如加裝扶手、加裝門檻斜坡、拓寬大門、將浴缸改成無障礙淋浴間等等。購買或改造前必須經過註冊職業治療師上門評估寫報告。咁邊個有資格申請呢？只要你65歲或以上，經政府部門 MyAgeCare 評估後，就有機會獲批 Support at Home 及 ATHM 資助。請去 MyAgeCare 官網申請評估，或者打電話1800-200-422。如果需要中文傳譯服務，可以先打131450。現有 Support at Home 用戶想申請 ATHM，建議先向你嘅居家護理顧問 Care Partner 查詢。MyAgeCare 會按每位長者嘅身體狀況同家居需要，考慮批低、中、高3個級別資助。輔助科技同家居改造兩筆資助會分開計算。接受 MyAgeCare 評估嗰陣，記得主動講清楚自己嘅需要，例如落床有困難、沖涼怕跣低，或者屋企有樓梯唔方便等等。等評估員更了解你嘅情況，安排更合適嘅資助。申請人一般需要分擔部分費用，領取全額養老金人士要俾5%，其他人士就會按收入同資產評估，要俾大約5%至50%之間不等。面對新一輪高齡服務改革，建議長者及時掌握資訊，提早規劃。快啲關注澳華養老，解鎖更多實用嘅澳洲養老資訊。